好，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看大家祷告会来，我们一起起立，来彼此来问候一下。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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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高兴见到你。是的，在主他没有难成的事。排长，接在中的星星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的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有力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从头来，接在中的星星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的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有力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有力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有力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好，拍掌，将一切荣耀归我们的上主。弟兄姐妹请坐。是的，在主没有难成的事，因为他们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下，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有多少？边唱的时候要边思想这件事情。站在大改变，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像事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依靠。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
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依靠。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走过的路，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要感谢赞美你。我们每天所走的每一步的脚步都有你的恩典。谢谢主恩典做我们荣耀的冠冕，好叫我们在人前能彰显你的荣耀来。主啊，在人不能，在神你凡事都能，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我将今天的祷告会的所有的事项都带到主的面前，求主你侧耳而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愿我们祷告祈求合神心意，蒙神你的悦纳，也蒙神你的应许。感谢赞美神，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这样感谢祷告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我们现在来信息分享。今天的主题是将日常连结于永恒。那在这边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
读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些经文。以色列人离开何珥山，朝通往红海的路走，为的是要绕过以东地区。在路上，人民不耐烦起来，他们攻击上帝和摩西说：“为什么把我们领出埃及，让我们死在这没有食物、没有水的旷野呢？我们再也咽不下这难吃的东西了。”于是上主叫毒蛇进入人民中间，许多以色列人被毒蛇咬死了。人民来见摩西说：“我们出恶言攻击上主和你，我们犯了罪。现在求你祷告上主，使这些蛇离开我们。”摩西就为人民祷告。上主吩咐摩西造一条铜蛇，套在柱子上，好使被毒蛇咬的人因望见这蛇而活。于是摩西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柱子上，被毒蛇咬的人一看见这铜蛇就活了。好，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摩西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中间有这一段故事。然后我们在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了，以色列人就是因为埋怨抱怨这件事情，让上帝非常的生气，所以就让毒蛇去咬死这些发怨气的以色列人。其实在圣经中，因为埋怨而被上帝处死的例子真的很少。那为什么上帝会特别这么注重这件事情？但我们可以用圣经的角度让我们知道说，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们可以从圣经中看到，用永恒的角度来看今天的行为，埋怨看起来似乎不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是它是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就是一场生与死的差别。那所以要借由这一件事情，要提醒我们，在这短暂的日常生活，就会影响我们自身的永恒的恩典。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日常的一些行为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救赎。那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话，古话，就是“勿因善小而不为，勿因恶小而为之”。所以说，这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但是其实它是有一个本质上的一个核心不同这样子。那我们应该要如何去注意呢？首先，上帝就给我们的十诫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一起来练一下我们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体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第四诫：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因为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第5诫：当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第6诫，杀人。第7诫，不可奸淫。第8诫，不可偷盗。第9诫，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第10诫，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10诫。其实上帝10诫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神就先用这些简单的一些条例跟原则，给人制定的一个范围，让人有秩序、有规律、有节制的生活在人的生活跟神的敬拜当中，通通都有所规范。那其实说真的，如果说没有耶和华所颁布的这个律法，就没有现在的文明社会，让人懂得规矩、有秩序，知是非对错，有法律意识等等等等等等。这一切的成果，应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好，也是如此，就是要爱邻如己。好，这个是耶稣他在传教的时候对我们说的话。但是这个其实他是在10诫上面所多出就是说让我们更加的去切合神的旨意，去补充，让我们更明白我们该如何去做。就是要爱邻如己。那耶稣基督以他自己的生命写下新的命令，他要我们学他一样彼此相爱。当我们相爱，便能够去经历生命，那众人也就因此认出你是我的门徒。这是耶稣在我们待人接物的原则上给我们的指导，让我们对待兄弟姐妹不要像外邦人，就是那时候的外邦人，要公平要合理，不能亲这个远那个，不能够结党，不能拉帮结派，不能够看谁不顺眼就欺负谁，看谁厉害就巴结谁。这个就是一个原则。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其实多多少少都是会有一些毛病，小缺点，都会有一些独特特性的东西。那都会有自私都会有软弱都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要我们怎么去公平的去对待？这个就是我们要凭爱心去帮助、去包容、去忍让，不要太苛刻，不要斤斤计较。我们要用神的角度去对待每一个人，也要以神的角度神的希望来去对待神，做出符合神心意的言行。那这样子一来，就可以避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不恰当的事情，来影响我们进入神永恒的国度里面了。因为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言行当中，去好好的去思索我们刚刚练的10诫，还有耶稣给我们的2个诫命，我们的言行是不是符合这些原则？只要我们符合，那么便是神所喜悦的。那万一我们不慎犯的错怎么办？这时候就要记得赶快像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一样，向铜蛇仰望，祈求天父的赦免、医治，向上帝认罪悔改。说真的，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民也算是有进步了，知道说我犯了错，要懂得向上帝祈求原谅。那我们这些现代人，前面有那么多的实力在，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从错误中学习？前面人所犯的错，我们不要去犯。那我们犯了错，我们要怎么去弥补？我们圣经中都有很多的教导。所以说，我们一旦犯错，就是一定要赶快向上帝认罪悔改。这是在这当中我们学习到最重要的事情。以避免，因为我们一些我们觉得说，就只是个小错误，
只是个小小的缺点，那怎么可以成为我们最大跌倒的障碍？这个是我们要去极力避免的。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就要去思考，我们所言所行有没有符合十诫跟这2条诫命？我们只要如何的去做这样子。那我们在这边一起向上帝做个祷告。公义又怜悯人的天父上帝，求你除去我内心与口中不洁净的语言，以免我得罪人，也得罪你。求圣灵引导我，使我说出合宜的话，并且知过能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呼召我之处，神灵，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主是爱的真理。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依然扬声歌唱，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上敬拜，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无论遭遇何事，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无论遭遇何事，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哈利路亚。我们现在为世界国家跟社会来祷告。川普宣称在月底会与普丁会面，并对乌俄战争提出3阶段的和平计划，求神与世界领袖同在，伸张公义与慈爱，更使侵略者不敢再放纵野心。
台中百货公司上周四发生气爆事件，引发多项疑虑和讨论，求主安慰罹难受伤民众，政府也能安定人民，找出真相，并制定完善政策，确保民生安全。全人生命教育协会在2月20号将举行庆祝20周年感恩发表会，会邀请市府的官员和民意代表一同庆贺，求神带领活动顺利，并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为以上3点一起同声开口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是为了鼓励，主啊，我将今天祷告，主啊，就来在这当中，在我们世界的安危当中，神你是我们可以安居的神，主你是我们仰望的神，主你是我们的平安，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你来帮助我们在国家动乱的当中，我们仍然寻求神，你是我们的帮助，主你来看顾，并在这当中为每个台中气爆的当中，求神你来安慰每个人的心，让公共安全来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课题。为了全人生命教育协会明天在20周年的庆祝感恩发表会，求神你告诉我们的过程顺利，让我们的流程都能够流畅来吸引人，感动人。谢谢你当中与我们同在，主求你赐福。现在上帝，感谢您在我们当中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为世界、国家跟社会，我们在这边献上我们的祈祷。主啊，求主你看顾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战争，乌俄战争，现在即将有和平的曙光要露出。主啊，求主你的圣灵在其中大大的做工，让所有的邪恶在你的光辉之下全部退散。主啊，求主你的灵在其中动工，让公义跟真理能够得以彰显。主啊，求主你看顾这一次会面的俄罗斯总统普丁跟美国总统川普，他们的会面能够有主你的灵在当中运作，求主你的灵能够抑制他们的野心，抑制他们的贪心，让俄罗斯能够放弃他们不恰当、不正确的行为，能够重新回到主你的道路上，因为他们也是主你的儿女。主啊，也求主你看顾川普，他在当中的作用，也能够秉持着公理跟正义，而非只是为了迎合他当初呼喊的口号"美国至上"的野心，使乌克兰成为美国的一个傀儡殖民地。主啊，我们在这边真的求主你的灵在当中彰显，让俄乌战争能够美好的画下句点，让正义公理得以彰显。主啊，我们也为了我们台湾最近在台中有百货公司发生的气爆的事件，在这当中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跟受伤。主啊，求主你来安慰罹难的民众，还有受伤的民众，求主你来医疗治愈。主啊，求主你的灵也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能够得以平安，让他们不会惊吓，让他们也能够在主你的安慰里面可以度过这个难关。也求主你能够在这个当中的调查可以顺利，能够找出爆炸发生的原因，并且知道之后该如何去预防，以避免悲剧再度的发生。主啊，我们也为我们桃园我们这个教会我们举办的全人生命教育学会，我们将举行20周年的感恩发表会。主啊，虽然说我们只是一个桃园地区性的一个聚会，但是主你的恩典不会只局限于在大家，我们每一个人的小家，主你都看顾。主，求主你看顾这一次的活动，让参与的
政府官员，能够在其中感受到主你的灵是与我们一起同在，不管他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桃园这块土地都是主你所看顾的宝土。主啊，求主你的灵在当中，也能够让这些官员能够明白生命教育协会它所能够赋予的意义跟功能，在桃园这块土地上能够如何来彰显主你的名，让我们在这次的活动当中都能够得到主你的保守与看顾。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为教会来祷告，我们为5月17号到18号我们全教会退休会代祷，求主赐福我们，并扩张我们的境界，使每个家人都能重新得力，更借此紧密相连。第二点，为3月开始的 A1 跟 A2 装备课程代祷，求主感动兄姐踊跃参与，以及教材预备的和课程的内容都能够充实完善，求主来帮助。第3点，我们也为3月份松大开学及招生代祷，求神赐福老师、同学和工作人员、服事人员都能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我们为以上3点一起同声开口。主啊，为了5月17、18的退休会，所以求你来帮助弟兄姐妹能够齐心来动员、来凝聚，为了教会的退休会来参与。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来紧密的连接在一起。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关系，让我们一起聚集来敬拜你。也在装备的当中，为了3月的A1 A2的课程，还有为了松大的开学。天下地北，我的上帝，我感谢你，我会含各组织伫你的教会来做伙祈祷，因为我知祈祷就给我带来快乐。阿通我的上帝，我这时恳求你帮助我，教会为着要达成你的大使命，到普天的去传福音，所以我有通过真济活动甲训练，要来训练阮所有兄弟姊妹，成做传福音的勇士。因为我的上帝，阮伫5月17到18有全教会的退休会。主啊，阮恳求你通过这个退休会，互阮的会友彼此中间有更较好的连结甲了解，互阮彼此通成做帮赞。伫传福音的顶面，成做大家拢是勇士，互相帮赞，互相鼓励，互你的国度广阔伫桃园这个所在。主啊，阮也要通过 A1、A2 的训练。主啊，阮以爱每一个会友对你有较深的认捌甲了解，也伫阮的生活中间活出你的价值，成做活的见证来荣耀主你的名。互阮通过这个训练，阮讲也要讲，阮也要行来活出见证的生活。互看到阮，就是看到阮背后迄个活活的上帝，来荣耀主你的名，以爱成做你的囝儿。主啊，求你祝福这个训练。因为阮的上帝，我要为着双年大学来祈祷。主，阮是通过这个大学，互未信者来到教会，通过因的上课来认捌主耶稣。主啊，求你帮赞，互阮3月份的招生达到阮理想的人数。主啊，阮也以爱有好的老师，通伫阮的中间来教导这学生。阮也以爱有较好的教材来帮助这学生。主啊，阮以爱因拢通过这个学校的课程来认捌主你，成做你的囝儿。主啊，阮真意爱，真欢喜，要将你的国度扩大伫桃园这个所在。主
主啊，求你帮助阮，也求你互阮常常到伫主你的面前，三角祈祷，彼此伫遮来得到鼓励、快乐甲帮助，互你的国度伫桃园来扩大。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我们接着要来为肢体来祷告。好，那要为肢体祷告以前，我们我书先来问咱大家啊，在现场来参加祷告会的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身体欠安？觉得身上有疾病不舒服的有没有？咱中间好，有的请举手。好，有1位、2位、3位、4位啊。好，那我们请4位有举手的弟兄姐妹，请你站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为他们来祷告。好，咱为着咱中间好有身体欠安的好兄弟姊妹，好这个桂英姐，好阿丰盛长老，淑媛姐，好各子涵，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为他们来祷告。好，我们一起举手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为着在我们当中身体欠安的兄弟不管因辛苦拄着什么款的艰苦甲病痛，主啊求你这个时阵甲因同在，主啊你的神大大来充满因，主啊用主耶稣的宝血来抓在因的心中，主啊愿你的灵向他们来吹气，让他们能够得着圣灵的更新，主啊使他们能够得着医治，得着释放，主啊求神你赏赐喜乐心是良药，主啊使他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得到健壮，都能够得到饱足，得到医治。愿圣灵你亲自动工，也垂听众弟兄姐妹在这里的祷告祈求。愿上帝你同在祝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请坐。好，我们牧师在问我们当中有没有遇到重担、压力、困难，好难解决的事情，有没有？好，有的话也请你站起来好不好？好，你有拄到恶担当的事，好是拄到欠亏，好心内底忧闷跨路，好那有好，咱请大家兄弟站起来，好，咱嘛好。将来举手来为着这些兄弟来为祈祷，求主来排解让他们心里面的重担还有能够得到释放，好让他们的压力能够得到解除，好求圣灵来帮助，好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奉主的名来为站立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或是我们当中遭遇到重担、遭遇到困难、遭遇到挑战或是忧闷、忧虑的弟兄姐妹肢体来祷告。主啊，你说你是在旷野里面开道路，在沙漠里面开江河，你是使无变为有，使水变为酒的神。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是我们的牧者。主啊，我们并不致缺乏。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这些站立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或是心中忧闷忧虑担忧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你的圣灵同在，求主耶稣基督来保守看顾，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能够建立你的信实，经历你的大能。主啊，奉主耶稣的名宣告，圣灵的活水要从信的人当中腹中涌流出来。主啊，圣灵的大能要在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来彰显。主啊，让他们经历上帝你奇妙的作为。愿上帝听阮伫遮所献的祈祷，也愿主你的旨意来伫成。阮的当心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信尊名来求。阿们。请坐。好，我们一起要来为几位肢体弟兄姐妹来代祷。好，首先我们为着春梅姐，好在明天晚上要在这个地方来举行的家庭安慰礼拜来祷告，以及在这个礼拜六早上8点有入殓火化礼拜，下午1点在教会有告别礼拜，3点在三峡天品山庄有安放礼拜，也求上帝看顾保守一切顺利。好，那也等一下我们祷告会结束之后，好，大家的座椅就不用再收拾我们明天晚上这里还有聚会。第二，我们也为招引姐妹来祷告。昨天下午要去上班的路上，被车从后面追撞造成髋关节的骨折。好，那送到郑宝路，又送到长庚医院。好，那昨天晚上12点多，进行手术好，那在凌晨的时候手术算顺利完成。好，那也求主看顾保守招引
姐的这个恢复啊，好没有受到阻碍，好也能够行走正常，好以及为着她的先生仲礼，好还有子女家人来祷告。第三，我们为着吴敬宏兄，好继续为他来代祷。好，那他目前还在台北荣总的加护病房啊，做肺部的穿刺，好肺积水引流。好，那还有肾功能，还有洗肾。好，那也求上帝保守敬宏兄，好他的身体，好他能够有体力，好也能够平安，能够靠主得到医治啊。好，我们先一起同声开口，为春梅姐、赵莹姐，还有为敬宏兄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阮为着阮的肢体准备这来祈祷，主啊求上帝你的神大大来看顾伫准备这伊要伫明仔到礼拜六要来举行的家庭安慰礼拜以及这个力量会化个别礼拜安福礼拜，一切让顺遂，有主你的神来充满也安慰众人的心。阮为着赵莹姊妹昨下晡车祸也感谢主，互赵莹姐无拄着恶担症的事伫南口中间病院的手术会当顺势来完成，也求上帝继续看顾赵莹会当早一日的出院，也会当恢复完全的正常甲健康。主要为着敬宏兄伊伫台北营总伫加护病房，求主你来看顾伊的细胞甲伊的腰子，伊的身躯会当靠主来得到坚固，有主你的信心来充满伊，互敬宏兄更较有信心来倚靠主。也看过伊的后生查某囝全家，拢有会当同心祈祷，主也求上帝你的稳定同在，阮的献上我的恳求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信尊名，阿门。我们再接着为银平的爸爸杨万成弟兄来代祷。好，之前有一阵子的昏迷，好，那现在有恢复意识，好，但还没有完全清醒，好，因为本来就有失智的现象啊。好，也为他有发烧或是血压偏低的问题，以及插鼻胃管，求神看顾杨万成弟兄，也看顾照顾他的银平，这个女儿银平也能够有主帮助。第五，我们为着徐永春弟兄来祷告。好，永春兄他在布桃已经也住院一个多月好，从过年前到现在，好，那感谢主在上次的探访当中，好，那已经上礼拜去探访，好，那已经回家，好，那也需要继续靠抽痰，还有维持呼吸道的顺畅好，以及他们要申请外佣来看护，好，也能够减轻照顾他的朱慧姐还有佳丽好的这个重担，好，也能够让永春兄恢复好，那天去看他的时候，永春兄已经一阵子就是比较没有反应，好，但是教会弟兄姐妹去跟他打招呼，他都有提起精神，好，跟大家点头致意，好，所以这个朱慧姐还有佳丽都非常的兴奋哇，看到这个永春兄按那精神过来好，所以我们也继续为永春兄来代祷第六，我们也为着美莲姐来祷告。好，美莲姐在过年前也是在家中跌倒。好，那有小组去探访好，也求主保守美莲姐，好，能够早日恢复，好，也能够这个安排开刀能够顺利完成好，那也求主帮助同在。好，我们一起同声来为着银萍姐的父亲万成兄、永春兄，还有美莲姐，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现在主上帝，我们为着万成兄来向主献上祈祷，主求上帝来继续帮助万成兄伊的这个恢复甲伊伫银萍的照顾，主求主你的同在看顾，万成兄弟伊会当早一日来得到上帝你的帮助也有主的瓦靠甲开拉同在，阮也要来为着印川兄感谢你带领伊会当平安来出院继续来协助伊在配痰是伊的细胞支气管这的功能，一切拢当运作顺遂以及要申请来看这个外佣的看护，主也求主会当帮助安排早一日来完成会当来互朱慧姐甲佳丽会当有好的斗骹手，主阮也要为着美莲姐来祈祷，主求上帝也看顾美莲姐伊的这个正脚的这个脚踝
受伤甲开刀手术这个安排的代志会当真顺遂，也帮助伊互会当恢复伊的这个脚的溃烂，也会当继续来行动无来做成影响，也互伊的生活会当得到正常也有助力来看顾甲帮助，最后阮将这个万神兄、因传兄甲美莲姐拢交伫上帝你的信手，愿上帝你亲自来扶持甲帮助看顾。阮能伫主的面前献上阮的恳求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好，那刚才有报告，就是在我们明天有这个协会20周年的庆祝活动哦。好，那虽然这是一个小小的庆祝活动，好，但是我们邀请了我们的市长，好，邀请我们的社会局的局长，好，教育局的局长，还有民政局的局长，好，还有我们桃园区的区长，够咱桃园区的立委啊，还有桃园区的12位的议员啊，好，让都全部给他邀请3次，好，每一个都邀请3次啊，好，所以。这类柜亭好，不是说一定要他们到场好，但是也希望他们能够知道，我们的协会也知道我们的教会好，所以今天我们在确认的时候，你是那个在教会的那个协会好，他们这么卡起他就知道好。那感谢主虽然现在在办这个桃园灯会好，所以桃园这个公部门灰熊的波音真的是派不出人力好，但是我们这个很多的议员他们也都有回应好，那他们也会到场来或是派代表来致贺好，所以让为了这个协会好明天的这个事工好，以及更重要的是讲，咱已经经过了20年，好，那我们的生命教育协会，当安装这个通期好，能够跟这个桃园市现在有200多万人，好，那当底下做更加好的事工，好，包括咱今嘛在做的这个社区据点，好，关怀据点、生命教育，还是兴趣班，好，还是咱过去在做的这个在校园的这个事工拢会当有上帝来帮助，好，咱也继续来关心甲带动。好，咱请咱大家起立，好，咱来唱这首歌，好，赐福于你。愿上帝的祝福、恩惠、慈爱，好，与我们众人同在。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历史是围绕。便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历史是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旁边人说赐福于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跟神说赐福于我，赐福于我，赐福于我，平安喜乐，天天充满我。举起手来说，主赐福于我，赐福于我，赐福于我，平安喜乐，天天充满我。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带领我们来到教会参加祷告会，还有在线上参加弟兄姐妹一起在这边来祷告。主啊，我为着这个国家、社会、世界来祈祷，为着生命教育协会来祈祷，为着阮中间身体欠安的肢体来祈祷。主啊，你今日互阮的话就是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互阮会当来仰望。伊亲像这个挂伫管顶悬的这尾铜蛇，仰望伊的人就要来得到我。
主啊，让我们时时刻刻能够来仰望耶稣，时时刻刻能够定睛来看耶稣。虽然这个世界不断的改变，虽然外围有许多的风浪或是危险，或是我们心中有许多的忧虑，主啊，求你的圣灵提醒我们，要时时刻刻来仰望主，因为他用笑脸来帮助我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使我们时时刻刻每一天能够经历上帝你的应许，仰望上帝的荣美，能够进入上帝的殿，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继续唱副歌，赐福于你。我们去找旁边的弟兄姐妹，跟他祝福。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祝福线上的弟兄姐妹，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最后一次，赐福于你。我们彼此来请安，彼此来祝福。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哈利路亚！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今天聚会到这里，好，让彼此来请安，彼此来祝福。